明仔4月30日是國際粉圓的年第日，這款台灣發明全世界攏真時行的飲料，雖然是真好飲哦，也毋過一杯的量上無有300大卡，糖分哦閣真懸。今仔解破新聞，咱特別請有心來教大家安怎會當來享受今年度，會當來兼顧健康。是主播，粉圓奶茶、珍珠奶茶是咱台灣的國民飲料，真濟人愛啉。也佇咧國際，珍珠奶茶是咱台灣美食文化的代表，會當摕來做外交。不過珍珠奶茶若是啉傷過濟，就要注意，恐驚會影響健康。囡仔有糖的飲料，若是啉濟變大顆，不過去檢查講正常，這哦無代表講無代誌。國際期刊都有研究，講這號做健康肥。囡仔大顆檢查正常，不過伊佇咧30歲進前，得到第2型糖尿病的風險是一般人的18倍，高血壓3倍，高血油6倍。營養師就教咱講，若是真正想要啉有糖的飲料，像講珍珠奶茶，咱會當選大粒的珍珠，因為以表面積來看，大粒的珍珠混着的糖是比細粒的珍珠閣較少。椰奶茶有奶精做的，甲牛奶做的，咱愛選牛奶，因為牛奶的熱量是比奶精閣較低，也嘛有營養價值。要降低熱量上好，咱咧點飲料的時是點中杯、點細杯來減少珍珠的量，降低頻率。對1禮拜啉1擺，改做2禮拜啉1擺，改做1個月啉1擺。有糖的飲料，莫啉濟，控制糖分，控制熱量，來減輕身體負擔。以上就是今日的解破新聞，咱甲時間交轉去予主播。